今次就用一款雜膠去整花膠燉鮮奶，一樣啦，先洗乾淨，再上爐蒸5分鐘。蒸完係會縮水嘅，之後放入冰水，再擺喺雪櫃24個鐘。唔好睇佢咁薄身啊，浸完之後其實佢都會發大同埋會變得厚身㗎。平時用嚟做糖水甜品或者打邊爐呢一款膠就好啱啦。雖然薄薄地，但係浸完出嚟絕對唔差。然後就要清洗乾淨，將佢嘅內膜清除，因為內膜就係腥味嘅來源啦。我平時就鍾意用蓮子、藍棗、古法紅糖一齊燉。呢一款雜膠一大包都其實係幾百蚊，好襟食㗎，落幾多就落幾多啦。另一款簡單啲，淨係用鮮奶同冰糖。記得吸返個蓋，但就唔需要擰實，然後就要擺入蒸爐度，大概蒸35分鐘。其餘浸發好嘅花膠就可以入落密實袋，再擺入冰箱，隨時可以攞出嚟用。35分鐘之後就可以食得㗎啦。如果你想熱食食流質呢，就要而家食啦。燉完之後嘅花膠都係大大嚿㗎。我同個女鍾意凍食，所以擺入雪櫃。擺入雪櫃之後會變得唔一樣，因為佢會變咗花膠凍，好似布丁咁嘅質地。你覺得佢似乜嘢？花膠。係啊，真係好簡單，超級容易整。鍾意睇我嘅食譜，歡迎 follow 我，拜拜。